台湾影视女星有哪些？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，台湾娱乐圈内明星的座次也在不断的洗牌。我们盘点了台湾10大80后女演员，其中陈意涵、陈妍希、郭碧婷、安以轩、张钧甯、吴映洁、白欣慧、郭学福、曾凯旋、桂纶镁等80后女明星已经占据了主流。她们有人气，她们有美貌，她们也有实力。你最喜欢的台湾女明星演员是谁呢？和细说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台湾80后女演员排行榜：1. 郭碧婷。郭碧婷 B. Hayden，1984年1月16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，华语影视女演员、平面模特。2002年，她以模特身份出道，担任 Beauty Ray 等时尚杂志的平面模特儿，在台湾平面广告界崭露头角。她凭借参演郭敬明执导电影《小时代》《青木时代》，获得 BQ 江南红人榜年度电影新演员和乐视盛典年度电影新锐女演员2个奖项。郭碧婷的其他代表作品有《沉睡的青春》、《街角的小王子》、《咱们结婚吧》、《对风说爱你》、《神犬小七》、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等。2. 陈妍希。陈妍希本名陈梅璇，1983年5月31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，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、流行乐歌手，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。2006年，陈妍希因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换换爱》而进入演艺圈。陈妍希的代表作品有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、《神雕侠侣》、听说、秦时明月、北上广、依然相信爱情等。她凭借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提名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凭借《神雕侠侣》获得第17届华鼎奖中国古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。3. 陈意涵。陈意涵 Ivy Chen，1982年11月12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，华语影视女演员。2006年，她因主演荧幕处女作《单车上路》而正式出道，因主演警匪剧《痞子英雄》而获得韩国首尔国际电视剧奖最佳女演员提名，凭借剧情片《听说》获得第12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，凭借爱情片《I Love》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陈意涵的其他代表作品有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、《痞子英雄》、《军中乐园》、《流星蝴蝶剑》、闺蜜4。张钧甯。张钧甯 Ning Chan，1982年9月4日出生于德国，华语影视女演员，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法律组硕士班。2002年，张钧甯参演个人出道作品《流星花园2》，因主演医疗剧《白色巨塔》而被观众熟知。2008年，张钧甯凭借伪纪录片《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》获得第10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，凭借古装剧《武媚娘传奇》获得时尚新秀人物盛典年度最具突破女演员。张钧甯的其他代表作品有《最美的时光》、《如懿传》、《军事联盟》、《虎啸龙吟》、《温暖的弦》等。5. 桂纶镁。桂纶镁1983年12月25日出生于台湾省，华语影视女演员。2002年，桂纶镁便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作品《蓝色大门》。桂纶镁因主演周杰伦的导演处女作《不能说的秘密》而被观众熟知，凭借爱情片《女朋友男朋友》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第55届亚太影展双影后，凭借剧情片《圣诞玫瑰》获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桂纶镁的其他代表作品有《海洋天堂》、《女人不坏》、《龙门飞甲》、《白日焰火》等。6. 心优。刘心优 Annie Lau，1981年4月1日出生于中国台湾新北，演员模特。2004年拍摄中华航空电视广告。2006年凭借电影《阿嫂传奇》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2008年出演台湾偶像剧《幸福的抉择》、《幸福的味道》和电影《爱到底》。2011年出演穿越剧《步步惊心》。2012年与郭富城主演电影《百年浮城》，与张智霖合作电影《天生爱情狂》。2013年参演《唐宫宴》，2014年参演《步步惊情》。2016年主演爆笑爱情喜剧《我的老婆是明星》。2017年拍摄宫心计续集《深宫记七英采儿》，英采儿 Cherry Yin。1983年6月20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，美国华侨华语影视女演员。2000年参加美国华埠小姐选美比赛，获得亚军，随后参演个人首部电影《全职杀手》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，先后参演了《候鸟依人》《鹿鼎记》等多部影视作品。
曾获华鼎奖最佳喜剧女演员奖、中国影响力时尚盛典年度领潮女星奖等多个奖项。因采儿的其他代表作品有《凤穿牡丹》、《我的失忆男友》、《追爱》、《招式孤儿案》等。白新慧 Bianca Bai， 1982年10月2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，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、主持人、模特。1999年17岁的白新慧被凯沃模特公司发掘出道娱乐圈，她一出道便以年轻靓丽的外形惊艳模特圈，更是被凯沃封为林志玲接班人。她在演戏方面也表现不俗，凭借《闪亮的日子》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还参演了《天使情人》、命中注定我爱你等大热作品。郭雪芙 Puff Cool， 1988年6月30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，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、影视演员、平面模特，女子团体 Dream Girls 成员。2008年，郭雪芙因被星探发掘拍摄某快餐品牌广告而出道娱乐圈，随后她与其他2位女艺人一起组成 Dream Girls 团体，正式进军歌坛。她曾先后荣获台湾新宅男女神网络票选冠军、FHM 全球100大美女3连冠、奇摩雅虎搜寻人气大奖最受欢迎女演唱团体奖。曾之乔 Joanne， 1988年11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，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、流行乐歌手，女子演唱组合 Sweetie 成员。2002年，曾之乔与刘品言一起组成 Sweetie 演唱组，正式出道演艺圈。2004年出演个人首部影视作品《紫禁之巅》。2006年主演爱情剧《爱情魔法师》琼瑶剧《又见一帘幽梦》。2010年主演偶像喜剧《流氓校长》。2013年主演都市剧《求爱365》。2014年主演情感剧《我的宝贝4000金》。2016年凭借励志剧《必娶女人》获得第51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提名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